依据有对装，车牌又有换，所以去锁定它，最后它真实的身份。那歹徒其实也很幸运，它的包含它的分期，这是针对它摩托车身份，他拿做分期，等下要交代要连出它原本的车牌。它这个模式其实是为了去拆卸它的一些机车的装备，怕被追击到。它车牌是无限的，它犯案后，他躲到隐蔽的地方去，把它原本车牌寄放去后面警方去调阅，就是在刑警厅才找到他真实的身份。进入办公室以后，即手持这个辣椒水朝2名员工来喷洒了那因为辣椒水导致这个员工刺痛嘛，他趁一时不及马上再把这个桌上这个皮带给抢走，然后骑机车。因为他原本是这个湾桥农民医院的水电外包商的员工，所以他才有起心动念有这个坏的念头，他铤而走险前往这个招募中心去做行侠。因此他也非常的后悔啦，就是应该一时的冲动，他也愿意配合我们警方把这个赃款来取出，全案才因此而顺利的侦破。大队长率那建设团队到现场支援主席分局，那主席分局也蛮认真的了当然我们的监督系统也做得不错了在去年做好的这整个监督系统的影像非常清楚，所以厘清了我们这个歹徒的相关的车号跟他的身份还有那个现场我们访问到员工，他有形容这歹徒的特征，然后我们从离职的员工清出这位姓郑的嫌犯涉嫌重大，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在昨天早上10点20几分发生，下午大概2点左右我们就找到人然后在经过讯问查证之后，在17点左右找出这些赃。我们湾桥医院发生这个抢案，那第一时间我们廖中山廖局长马上在LINE里面跟我讲说有发生这件事情，那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当时我给廖局长的回答大概就有几个字，就是收到速侦风。那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对整个警察局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任何在嘉义犯罪，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它侦破，这样才能够有效压制未来有可能想要在嘉义犯罪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要跟所有的人讲只要在嘉义有任何的犯罪行为，以嘉义县警察局的办案能量跟他们的办案的决心，绝对没有办法可以逃出法律之外，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它侦破。